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感谢主搁再一届伫空中甲兄弟姊妹做阵要来分享上帝的话。今仔日牧师要来分享的是约翰福音12章第1节甲第8节，一件真水的代志。到底这项是什么代志？主耶稣甲咱启示讲，这项足水爱纪念。到底是安怎水？咱今仔日要照着圣经做阵来学习，咱嘛是哪会得做的？咱嘛愿意要来做一项，互主来讲学落的，互主来讲，这水做这项代志，你做了水，甲纪念。今仔牧师要照着这段经文，甲大家来分享。你新的一年，咱会当为主来做水的代志，互主来纪念，互主来学落。这段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2章。第1节甲第8节，安尼若会得做诶，掀开你诶圣经，甲牧师做阵读，我相信你读诶声音，虽然我伫教会，你厝诶，毋过不要紧，咱所用读出来声音是要上帝欢喜，咱尽量读，希望每一个咱来掀开来读诶时阵，用心来读，互主来学乐，互主来欢喜。今仔日要读诶。约翰福音是你新约第4本的书内底12章第1节甲第8节。第1节安尼讲搬过这个前6天，耶稣来到这个伯大尼，就是伊对这个叫做拉萨路对死里内底个挖起来这个所在。有人嚟你甲耶稣预备宴席，这个马达利亚书号，这个拉萨路你甲耶稣坐做伙，你做事的当中啦。这时阵，玛利亚就摕到一根足贵的叫做真拿达香膏啦，要去抹主耶稣的脚，佮用家己的头毛去甲切，这时阵因为这个香膏就规个气拢显出来，所以规间厝就充满了真香的香气。第4节来讲，有一个门徒，就是迄个啦，迄个什么人，就是要卖耶稣的家里的人，叫做犹大啦。伊就讲哎哟，这香膏为什么无爱卖30两银呐？来救这善食人嘛偌好。圣经甲咱讲，伊讲这个话毋是伊顾念这个善食人啦，是因为伊是一个贼啦。伊定定摕到这个钱袋对当中来摕偷摕钱啦。第7节甲咱讲，耶稣讲互玛利亚去做吧。伊是为我安葬之日来预办的，来存留的，恁常常有善食人甲恁做伙，毋过恁毋是常常有所以求主来祝福咱即马所读的话，求圣神来帮助咱做阵压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阮感谢你的话是阮生命的粮。这时阵，求主你的圣神。我相信，无论你厝的，也是你的仆人徛你主你的教会当中，总是主阮相信，你会当光照着阮，你会当用你的话来启示着阮，你的圣神会当帮助阮，进入你丰富的宴席当中，进入你要束缚阮的心意的当中。因此，主阮这时阵求主你的圣神自由的。来运行，互每一个你各个角落，若听到这段下面的分享，就领受到主你的祝福，伊的心欢喜，伊的人会当看活，会当了解伊的人生，通大的福气，就是认捌主。主，阮这时阵，甲兄弟姊妹拢做阵交叉你的手头，愿主你祝福，互讲的，互听的，拢做阵领受你的福气。阮甲荣耀拢归于主，愿主你的喜乐。你的平安充满伫阮的当中，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搁再一届来问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日对这个约翰福音12章第1节甲第8节，特别第1节安尼讲这个搬过这个前6天啦，耶稣去到一个所在叫做伯大尼啦，伊里里有人甲预备宴席，这个所在也是叫做拉萨路迄当过身，结果因为破病过身，结果主对死甲救过来，这个代志你头前有写，
总是尾啊，即摆即个时阵就是讲，主耶稣准备要就12家进前，你赶快来到即个伯大尼，你当中有真侪人来甲预备宴席，要来招待耶稣，这当中有啥人咧？有马大，有玛利亚，咱知影，嘛有即个拉撒路。其实你若其他圣经，你若有看你马可福音内底讲，即个所在嘛是叫做较早有一个人，这叫做西门啦，伊身躯生迄个麻风病啦。主伫遮有甲医治，所以伊今仔日即个厝内底，所以你啊，有一项真水的代志发生，真水的代志发生。咱稍微来解说一下，解说啥物呢？讲即个搬过节是啥物意思？搬过节就是较早历史当中，咱的主，咱的神救即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迄暗，用即个羊羔来替死，互得。你门若抹即个抹即个红红的羊的血，你就上帝的天使就过去，袂去杀死伊厝的即个大汉囝。若无抹这就伊的厝会去得到即个大汉囝就遭殃啦，所以逾越节即日对咱即摆来讲，嘛是会使讲是一个讲愿意牺牲的一个节日就对啦，奉献的节日，牺牲的一个节日。伯大尼咧，伯大尼伊的意思就是讲伊是算讲较无钱的人的厝的意思，看起来啥物拢无，佮即个所在特别讲到一个拉撒路，拉撒路对死活倒起来，你若甲即三项合起来，你会当去想到一样的，这敢会真成教会？教会是一个大家牺牲奉献的所在，教会看起来是啥物拢无，不过教会是互人会当对死个活起来，的一个直接的所在，安尼有水无？感谢主，咱今仔日就是要对遮来思想，讲伫即个环境的当中，主呢，来讲一样代志，就是讲有人伫遐，敢若你教会有人预办，伊宴席要来招待耶稣，咱就想着讲原来即个所在是啥物？即个所在是得到恩典的所在。大家集中伫遮，不过这个所在也是大家会当献出来感恩的一个所在。所以讲教会是真水的一个上帝赐予咱的地上真水的一个所在。当然这个所在可能大家看起来外口无啥物，可能看起来这是大家讲那遐一人你内底安尼奉献，来内底牺牲来服侍，因为这个所在是会当互真侪人对死个活起来所在。所以咱的教会，每一个教会，咱拢是真打拼，来传主的福音，互更较侪人会当得到上帝的福气啦。这就是一般来讲，咱会当甲工作做教会。这当中有马大的侍奉，有马大的服侍，伫迄个所在，你看，拉撒路伫遐当中，伫遐当中，咱搁甲讲明是啥物所在？哇，伫遐当中创啥物？哇，伫遐做阵食饭啦。伫遐大家伫遐会当轻松，感谢主。教会嘛是安尼，主伫咱的当中，咱若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做伙，主伫咱当中，咱做阵，所以每一届，咱遐弟姊妹来做阵，伫教会食饭，我相信你拢会受去真正是真快乐，真安享，真舒服的这个所在。你这个所在，这么水的所在，感谢主，主特别甲咱提起一项，主甲咱提起一项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叫做玛利亚啦，这个人做一样代志有够水的啦。全天啊你若去传福音的时阵你都爱安怎？爱讲这个女人所做的，爱甲纪念，爱甲纪念。咱今仔日嘛要对遮来分享，咱即摆对咱的教会内底，咱差不多就是甲迄当阵共款。咱对这个玛利亚身躯来学习，咱会当做啥物代志？互主耶稣来学咯，互主耶稣来纪念呢。咱先对玛利亚所做，咱来思想，咱做阵来遮来了解。有一个囡仔考试考煞转去，甲伊的成绩单摕互因老爸看，因老爸看哇，数学0分啊！这个国文呢1分。这个囡仔一定是真紧张，换做哪里你一定紧张甲皮皮擦，对不对？这边交代当时成绩都是安尼。
伊也感觉因老爸可能也有真大的这个伊会感觉会惊吓。你这个时阵因老爸忽然间就喘一口气啦，讲：我发觉呢，你的文科比迄个理科较好哦。哇，这个囡仔完全来释放，感谢主啦这有水无？有水这是真水哈。还有一个，我嘛袂歹，一个人对眠床顶跋落眠床骹。跋咧眠床骹了伊饲倒也拢疼啦，饲面也疼，饲骹也疼，饲手也疼，饲啥物拢疼，全走去找医生检查。讲医生啊，我对眠床跋落眠床骹，结果我饲规身躯拢疼啦。这到底发生啥物代志？结果医生就甲检查照 X 光了，讲我甲你讲啦，你规身躯拢疼，毋是规身躯啦，是你的枕头啊！你饲的时候，你的枕头断去啦，其他无问题，干那你的枕头尔。这嘛袂歹。这嘛是真欢喜的代志，毋是规身躯尔，甲他手尔，安尼袂歹。可见咱会当做真济真水的代志，但是有法度互上帝纪念无？有法度互主耶稣学了无？这是咱爱思想的问题。到底是这个玛利亚为什么做这样代志？主到底是安怎看？讲这样代志足水足好，恁若头先仔纪念这个这个玛利亚传说伊所做。这无简单呢，这无简单。总是咱身躯顶悬有真济真水的代志，可能你买厝真欢喜，可能你囡仔升大学申请到 UBC 也是你的囝娶新妇，也是你的查某囝嫁到水翁，拢足欢喜的。但是无一定互主纪念所以今仔日咱要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讲主安怎看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真水的代志，甲学了佮讲拢爱纪念咱做阵来学习。咱做阵学习，水里头水里全心全力的奉献。为什么水里全心全力的奉献呢？咱的经文是安尼写，伊讲玛利亚王一军足贵的香膏，甲耶稣抹骹。当然，你若照其他圣经后抹头后抹骹，规间厝拢足香的。坦白讲。你可能看了真贵，讲这遮贵，我哪买得起？但是你若看了圣经耶稣所看，毋是讲这偌贵啦。耶稣所看就讲玛利亚其实是用心啦、真心啦、尽力去做的代志啦。真心甲尽力是主看定当的，毋是咱只讲爱用偌济偌贵，毋是，是你的心，是你的献出。当然，这个能力你会做当会当搞当好，但是你会当尽力去做，主耶稣就感觉足水的。我相信每一个人拢会奉献，每一个人拢会奉献。你主内底，我相信来教会，每一个人拢会奉献。不过你会当注意到真济代志，有真济人的奉献的心无相共。我举一个例互你，这是事实。有一个人甲这个迄个乒乓球桌拍乒乓的买一台，讲我要送互教会，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会当运动真好。真好大家来拍拍。有一个发觉，讲有一个兄弟姊妹更较需要。教会就是讲好，既然较需要好啦，无咱教会来开会来决定讲无这个乒乓台啦传送互伊好唔好？大家讲好，这真好真好。结果有一个兄弟就讲袂得做哦。他讲为什么？迄我买的咧，迄我较早放下来咧，我袂使互恁安尼做。你奉献互教会即马就要教会大家意思要说你讲袂去做，这个奉献你是佫是你的了对。这我拄过。结果这奉献就是归属的，属于教会大家会当完全来投票注意到。不过伊感觉讲，你安尼袂使，你安尼做我意思讲伊无愿意，伊感觉讲伊安尼奉献互教会安怎对安怎这就是实际上的代志。当然这个尾仔的代志也是都过去了。不过你佫有捌拄着？我佫捌拄着。有一个人来教会讲牧师，我较早奉献呢你爱甲我写报告。为什么？因为阮阮查某囝要去申请大学阮拢爱写一寡有这个贡献的代志我较早你都奉献啥物迄个地毯伊较早毋是你无爱伫的。伊讲是我无爱伫我拢讲你无人爱伫我想教会互教会教会去做义卖奉献到教会我这什么心理？因兜无爱伫的才要有教会啦。
教会甲卖钱奉献教会了，讲你爱甲我写，我是做好代志哦。我嘛唔知，当然伊有奉献啦。这什么心理我无了解。总是教会总是会退下，总是会当去看到真侪人有奉献，有奉献，但是奉献的心是啥？我嘛捌听过讲，主啊，我做爱你的，我愿意奉献啊。譬如讲，有一个牧师就问一个这个会友啦，伊就讲会友啊，这个你若你是做田的你若有10家地你送5家互教会好无？好啊，无问题啊。我听主我就送伊啊。安尼你若有10万块你愿意奉献5万块教会，愿意啊，无问题，无问题，我拢愿意。尾也甲讲你有2只猪你1只猪互教会好无？牧师安尼袂做，我看剩2只尔咧，我2只互1只安尼啊对。伊无10家地啊，伊也无10万啦。兄弟姊妹，咱真侪时阵奉献，毋是要表现啥物，奉献是你听主愿意献上的心嘛。毋是讲偌侪钱，当然咱看玛利亚这无毋对，玛利亚的这个香膏是伊传足久，因为准备要出嫁时阵要用的。伊有用心有，伊甲同好的。其实迄个嘛是真贵，差不多1年的薪水，真珍贵无毋对。但是上帝毋是看迄真贵的啦，上帝讲伊是尽心尽力，愿意甲家己有的去献出。所以讲，我对人讲，迄奉献有真侪种，我也相信兄弟姊妹拢会去奉献。但是你有考虑想到上帝为什么懊恼家去纪念玛利亚？因为是伊迄个心。你讲牧师，你安尼讲有证据无？当然嘛有。你会记得耶稣讲啥？耶稣讲有一日伊伫圣殿的当中看到一个一个寡妇去奉献迄个奉献箱就投下那个投2文钱。搁一个有钱人投袂少钱。耶稣讲这个妇人人较好，我要甲纪念，因为伊是将伊忠心专心的这个气力伊会当献上去献上。咱今仔日无毋对，咱嘛拢爱上帝，咱拢会献上，咱爱上主耶稣，咱会献，咱会奉献，我拢了解。但是你迄个心更较重要。但是是毋是一定是钱咧？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毋是一定是看钱。咱知影时间嘛是钱咧，有的人愿意奉献时间为主来服侍，主的纪念。你若用迄个心愿意，你像咱即摆疫情，兄弟姊妹拢伫厝诶，好无好？但是你要想看觅，想啥物？咱今仔日有法度，你上你的咱讲的这个线上，那我都看到这个录影的节目，啥去做？你爱甲纪念，因为你这个当中真侪人无法度做，但是伊愿意献上去献上，愿意去付出。你教会内底，我相信。一定是上帝所纪念的，一定是上帝甲我讲这足水的，因为你为兄弟姊妹尽心尽力，无一定做了完美无一定但是伊尽心尽力。咱会当对主的眼光来看这点的时阵，你就知影咱的兄弟姊妹拢足水，拢足好的。咱毋好讲伊奉献偌济钱，就较牛，毋是钱的问题，毋是伊安怎，是讲伊的心。你若看到伊的心为主你做的时阵，愿意献上的时阵。咱讲这是水的，这是上帝喜的，咱嘛要来学，要来做。所以你想咧，主耶稣你看讲，这个妇人人投2文钱，足细兄呢。上讲这爱甲学咯，伊尽心尽力去奉献，毋是伊偌济，我看是这。玛利亚嘛共款，你讲无论无错啦，这个香膏真贵啦。不过耶稣所看讲，因为伊尽心尽力来奉献，伊会做伊会当做的。毋是做伊袂得做的，做伊全部会得做的，上帝的纪念，上帝的学乐。所以你爱想，我今仔所奉献的，无论是时间，无论是金钱，我是毋是用我迄个心来奉献？若是，我相信上帝要学乐你。若毋是，是这个凊彩啦，反正就是安尼。我知影有真侪兄弟姊妹真水，要去上帝面头前聚会时，都甲。奉献的钱拢一般的好势，拢同心的。我主啊，我同好心的要互你，我同好要互你。我相信这拢是主看会到纪念的。为什么？因为咱主本身就是安尼嘛。咱的相信的上帝，甲伊的独生囝
就是伊本身家己啦。伊离开天顶遐尼好，来到地上，讲较实在，伊嘛会使出世伫迄个哦较有钱人诶，也是出世伫皇宫，伊要做国王诶呢，啊出世伫马槽，啊这嘛受离谱啊！为什么？咱诶上帝，咱诶主，咱诶神，伊甲伊同好诶献上啦。伊毋是叫别人来凊彩替代呢，无呢？伊用伊家己同好诶，最好的。所以咱会当看到上帝本身就是互咱一个榜样。我甲同好互人，咱即摆毋是同好留家己啦，同好别人。啊，我上次你嘛捌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厝，伊翁仔某生3个囡仔，哦，大汉的够巧啦，做医生，啊，这个送去做医生，这尔巧做医生趁钱。第二个袂歹，哦啊嘛真巧，哦啊读电脑好，啊再去学电脑袂歹，这后面大趁钱袂歹，哦这拢真好。做医生，啊这个去读电脑，这拢足好诶，后面做工程师，啊像这个哦台积电这种，哦安尼趁大钱这足好。啊第三咧破破安尼吼，我感觉奇怪啊，阮两个后生较牛，啊第三呢看起来较含慢啊，啊不要紧不要紧。啊，这个蛤蟆送去新人医来读啦，哦，这送去新人医读新人医安尼，啊，互上帝用安尼。我相信你捌听过对不对？是，伊嘛是好人啊，但是我相信上帝袂甲学咯。毋是讲伊的大案件去读医生无，毋是讲伊的第二后生去读电脑工程师无，毋是讲这第三个去读新人医无，毋是这意思，是伊的心呐。伊的心讲好诶，拢爱去世界趁钱啊！讲这个差不多歹啊，都互上帝用安尼，迄是心的问题。所以咱今仔看讲上帝主要说你俄罗马利亚是讲，伊这个心是完全献上诶。咱今仔日有这个心，好，用咱的气力、全心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咱同大诶、同好诶呢。所以为什么上帝纪念玛利亚？对这咱会当了解。那新的一年要来啊，咱嘛会当讲主啊，啊我伫新的一年当中，我伫我生活当中，我会当献上啥物？同好互你，吼啊为你做真水的代志，互你来学了我，咱来想看觅，吼啊所以讲专心的奉献，这是上帝纪念的，毋是我的钱，是你的心，是你用偌济气力，愿意甲好的献上上帝来用。所以这是玛利亚，互咱看到的第一项水的，水你专力、专心的奉献。啊，第二项水的你倒，好，咱继续来看。咱看经文的内底，啊，咱继续来看，水你谦卑啦，谦卑的服侍啦。牧师，那是安怎谦卑服侍？你来注意看哦。耶稣要定十字架进前，吼，你爱想哦。门徒知毋知？知啊。大家嘛知，但是有去注意啊，无去注意。玛利亚为什么注意？你要注意玛利亚的过程。玛利亚当初你甲想看嘛，当初玛利亚你主的面头前听上帝你讲话，哦，听主耶稣你讲道，哦，啊，因小弟过身的时阵，伊出来时是拍咧主的骹前说，啊，主啊，你来啊！伊是这么谦卑的人。啊，咱为什么讲伊较谦卑？你看伊是用头毛啦，那用头毛有啥物了不起？你哪会当了解头毛是较早？查某人做宝贵荣耀的一项物件咧，玛利亚用伊同感觉伊同荣耀的物件，去洗耶稣的骹呢？洗骹什么意思？你若是讲哦，洗骹着洗骹，主耶稣要去定十字架顶悬的迄阵的暗示啊，主耶稣。甲门徒洗骹，讲你来纪念。伊讲恁着爱安尼做，我安怎做，我做一个模样，互你看，恁着安尼做，互相相疼痛，互相洗骹。洗骹是一个啥物？是一个怒迫的代志呢？一个玛利亚，一个查某人，用伊同好的去做一项怒迫的代志。来服侍主耶稣，谦卑，
拢有当时真侪人服侍，感觉足熬的、足好的，无对，拢不要紧。但是谦卑的迄个心，甲荣耀归予主是真重要。即摆我知影真侪有的牧者足出名，足好，拢足好。但是咱常常看的，真侪兄弟姊妹，毋是甲荣耀归予主，归予即个牧者。牧师毋是讲这样的无好，毋过我相信迄个牧者一定甲你讲咱所做的拢是为主来做，安尼才对。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对主遐领恩典来，拢领恩典来。所以讲抹骹即个代志是奴仆的代志。甲咱讲啥物？你会想到即个？迄一暝，主耶稣甲门徒洗骹，把门徒洗骹。毋过你爱想主耶稣是摕一条毛巾面巾骹洗洗甲擦起来。玛利亚伊是用伊的头毛，所以迄一暝时阵，主耶稣甲伊的门徒讲，恁若是安尼做，我做榜样恁看。恁若是安尼做，愿你去做的人就有福气啊啦。所以玛利亚有福气啊。这个代志是玛利亚进前已经成做啊，主耶稣还未做。主耶稣伫要圣顶十字架的前迄一暝，替门徒洗骹。伊讲我做榜样的，你看，恁来爱效法我，学习我，若照去做，恁有福气。玛利亚已经成做咯。伊是用伊同宝贵的，无论是迄个伊所爱迄个香膏也好，也是用伊本身最荣耀迄个头章头毛去洗耶稣的骹，咱就会当发觉这个物件，互咱会当感动。主耶稣为什么也学咯？谦卑，伊知影主会当得到同好，应该得到同好的。咱咧主的面头前，咱真正是虚伪的，咱所做的拢无算啥物，咱所献上的，为什么牧师嘛甲大家兄弟姊妹做阵分享？因为听主，内底重要原因就是听主啦。为什么？你若是听你的后师，你若是听你的囝，你是毋是甲真侪真好的所在，拢要互你后师，要互你囝？你若爱这个人，爱甲真你是毋是真侪物件好拢要互伊？你搁看到妈妈，迄妈妈最伟大，为什么？伊就是谦卑嘛。你看妈妈，你厝的所做的，拄透早做到暗，坦白讲，真侪人讲，哎哟，妈妈你厝的浪费才华，读书无读书结果去厝，我无感觉，我感觉这是真荣耀的代志，这是足荣耀的代志。我也要鼓励妈妈，你所做的敢若耶稣。所以为什么妈妈真伟大？因为你所做的是一个真谦卑的这个服侍嘛。因为你所做的真水是你听你的囡仔，听你厝的人，你甲上好的拢献上嘛。所以你世间的人的当中嘛是讲我妈妈很伟大，这就知啊。但是咱即马所做的，若是讲为了主你做的咧，我相信咱的主耶稣一定甲你学咯，一定甲你纪念。所以求主帮助咱会当效法主耶稣做仆人的模样。你教会也好，你厝也好，伫咱的工作当中也好，咱有迄个心讲主啊，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服侍你。我为你服侍，你值得我为你服侍。所以这个心拿出来，这个行动拿出来，就无共。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玛利亚爱纪念，玛利亚爱甲学咯。玛利亚实在是做了足水的代志，所以第二项是啥物？玛利亚谦卑的服侍。你若想搁想到一个，你圣经内底有叫做施洗约翰，讲洗礼迄个约翰，有一日啦，迄个施洗约翰啊，伊的学生啊，来甲施洗约翰讲，老师，你较早甲迄个洗礼迄个耶稣有无？真侪人拢对去啊啦，你也了解哦。当初迄就是拢一派一派嘛。较早本来对迄个洗礼约翰来讲就真侪人，所以讲伊就意思讲真出名真好嘛。即摆人拢对去你就敢若即摆人讲我你会怨道？你会怨道讲你会像讲牧师讲人喺教会大间教会细间，我会怨道无？
我感觉若是上帝的，拢袂要紧。属于上帝较要紧，伊本来就毋是我的啊，是主予咱的嘛。所以，这个洗礼约翰的学生来甲约翰报告讲，老师我甲你讲吼，较早对你学生吼，彼得啦吼，约翰啦吼，你迄个约翰吼，拢对去啊，安德烈啦吼，拢对去啊。人施洗安怎讲？人施洗安怎讲？施洗安讲吼，愿他兴旺，愿我衰微。施洗安讲，不要紧啊，迄个本来就伊的吼，伊应该安尼，应该的，不要紧，吼，迄种属主的不要紧。结果耶稣讲吼，这个是所有属灵人所说的当中同大的，因为迄个心迄个谦卑。咱囡仔所服侍无毋对，可能真水真好，但是咱是互咱家己感觉足熬的咧，还是讲荣耀互主咧？还是讲咱你想讲啊，主这拢是你的，吼，咱所做，咱拢是微小的仆人，啊，愿你的名，哦，得到荣耀啊，咱本来就是无啥物嘛，有诶拢是对你来，感谢主。你会当想看觅，新的一年来的时阵，你咧教会还是你厝诶，你会当安怎来服侍主？服上帝，服主来想讲，来学了你讲，哇，你真水真好，啊，你谦卑，啊，你甲一般无共，啊，别人拢要安尼出名声，你无，啊，你拢是一切为主来做，为主来做，哈。所以咧，咱了解，主你俄罗马利亚会好哩倒。俄罗讲以尊主为大啦，无论你什么身份，你拿尊主为大，相信就是主耶稣看会到、学落会到的所在。啊，你若要彰显你自己，会得做无？会啊。啊，你当得了荣耀，你就得着伊啊。啊，你就好的拢你的，啊，就你要叫上帝免来纪念你，免纪念嘛。啊，你要得着的拢有啊，要叫上帝甲你纪念。是毋是安尼？所以有真侪人爱好看，不要紧，你好看无毋对，上帝好，你爱好看，你就照你的世间的好看，不要紧。毋过你若有当时啊，你做无人看，啊，敢若无人了解，不要紧，上帝有伫看，上帝了解你专心的服侍，你谦卑的服侍，上帝纪念，无一定别人拢知。啊，这是真水的代志，互咱会当讲，对，咱有当时你服侍，吼，无人看会到，不要紧，但是主拢知影，啊，这是较重要，上帝纪念咱较重要。啊，上帝纪念咱所做的较重要，其他都无特别重要。啊，所以玛利亚伫遮所做是啥物？一项真水的代志，就是你谦卑的服侍啦，谦卑的服侍。啊，这点咱会当来学习谦卑的服侍。哈，啊，第三点是啥物？哈，第三点就讲吼，水里头好有够够啦，会当吼抓着机会啊。我对遮讲嘛，每一个门徒拢知影耶稣要救十字架啦。啊，干那玛利亚吼，实在伊真熬的所在就是了你遮啦。圣经甲咱讲这个玛利亚耶稣讲莫为难伊啦，因为恁定定有善家人，因为边仔有一个犹大啦，甲讲啊，你浪费钱啦。我对遮讲过啦，你所听的人你袂去讲浪费啦。你用你所爱的人，你敢会讲浪费？你袂安尼讲嘛？啊，所以圣经有特别甲咱解释讲，这个门徒其实毋是爱主的，伊是敢若贼啦，一竿竿嘛要对迄个吼。钱袋内底偷的钱，迄拢表面的，迄表面爱主的啦，迄毋是真的啦，迄假。表面讲啊真水真好听，我要来救这善家人，好唔好啊？咱咧想看觅，是毋是真侪人用这个名讲真水的代志，但是做的是伊个人的需要，是无一定是讨上帝欢喜的。啊，所以主耶稣讲你袂使为难你，伊做真水哦。为什么以身为我预办的啦？以身为我预办的啦，你要去救济会使啊？我毋是讲袂使救济啊，但是你知影毋知影这样代志，敢若即马咧，因为即马耶稣准备要上十字架，了死了活个你无法度个安葬啊咧？无法度干一届尔咧，一届过去就无啊咧。所以这真重要咧，这有够厉害咧，伊会当抓到机会咧，会当抓到机会。所以咱个对他讲。即摆人抓到机会，你会当趁大钱，无毋对。但是你若抓到机会，会当服侍主，互主甲你纪念，你就水啊，对无？咱搁来看，机会可能是每一个人拢有诶，毋过真侪人就无注意啊。
啊，拄着就拄着，过去就过去啊，就过去啊。我相信这大家拢有经验嘛，机会大家可能伊拄着，你嘛拄着，但是大家都过去啊，但是有法度掠掉无？无一定哈。啊，有诶，有法度，我知影，我知影，哦，我知影这机会来啊。问题你要用未？我嘛知影风来，问题迄风会当变做动力的去做风发电啊啥物，你有法度用未？你无法度用嘛无效啦。所以机会来，第一项你可能错失，第二项你知影你不要用。所以求主帮助咱，哦，咱会当效法，哦，这玛利亚，哦，会当运用啊用出来，唔知影了啊，该用出来，迄足重要。哦，啊有两只鸟啊，有两只鸟啊，哦，两只鸟呢，吼，有一日去到一个迄个打猎的人啊，吼，打猎人掠去，啊两只鸟就关在鸟笼啊内底，哦，啊就水水啊，啊。两只鸟内底就关条嘛，鸟笼较细空嘛，吼，较细啊，鸟笼啊内底。啊，一只鸟仔就讲哦，啊，我另一只啊，那嘛是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另外一只讲也无聊啊，啊，这鸟笼啊，遮细啊，你飞这要有什么效？啊，这个主人就甲咱饲，咱就食饱饱，困饱饱就好啊。啊，你一天啊飞来飞去通啊？咱就倒一只食饱饱，你看我食到饱饱，肥肥足水的对吧？我古水嘛，吼。啊，另外一只我袂使来满呢，哦，我嘛是吼，啊，我既然吼。啊，就有这个势，啊，我就飞来飞去啊，运动嘛袂歹哈，啊，免啦。有一日喏，一只鸟啊，行对边仔过，哎呦，这两只鸟啊呢，袂歹，真水呢，吼，迄鸟拄啊巴肚枵，真啊去甲迄个吼，迄个鸟人的门甲拍开，因为准备要食鸟啊嘛。迄只鸟定定咧飞，伊就怎飞出去啊？另外一只讲啊死啊，为啥死？我受大苦啊！啊，食饱饱啊！我较早无咧运动吼，无咧飞啊！啊，怎啊飞袂出去？死啊！遐你以为这是啥物意思？这就是讲吼，主耶稣咧讲，趁着白日，哦，咱会当做事咧爱紧做，哦，有时间咱就爱做，毋好到时无时间才你后悔，无时间才你后悔啦。我敢若两只鸟共款。伊有时间，伊咧训练，伊是咧飞，吼啊，拄啊好这个机会来，伊就飞出去自由啊，伊就飞出去袂死啊。但是另外一只鸟就无爱做啊，结果咧失去机会，伊要死的真正咧后悔，讲我若早知我嘛无安尼。啊，其实真侪代志咱嘛会当讲，啊，咱早知，千金难买早知道啦。所以求主帮助咱，讲咱看到玛利亚水里头，讲伊有法度掠到机会啊！你这属神的进程为耶稣来预办，啊，咱今仔日咱有这个机会无？咱有法度掠到无？这是咱会当来思想甲学习的。好，咱今仔日结论就是讲，2000多年前，迄个玛利亚吼为主献上同好的祭，啊，咱2021年。就要来哦，啊！你有法度想看卖啊无？啊，咱会使摕啥物来献互主？互主来学习咱，互主来纪念咱。你会当想的话讲，我会当想看卖讲，2021年我有啥物时间也好，还是金钱也好，我会安怎来献上，来预办用心啊来献上互主，互主学习，互主纪念的。想看卖啊！新的一年来，你会当安尼去思想。第二项，你嘛会使思想讲，主啊，我会当教会，也是你厝的，我会当安怎谦卑来服侍。我会使做啥物？哦，教会是毋是即马的时阵录影你可能你技术袂歹，无讲我来录啊，还是讲你有啥物会当斗做？虽然咱无法度遐济人，毋过你会当安排啊，讲我找机会，我嘛要来服侍主啊。对吧？我会使关心无？这个疫情当中，想着讲，兄弟姊妹不一定你厝的，我会使敲着你来关心袂？我会当甲鼓励袂？大家互相你主的内底讲，咱做阵，有法度，咱做阵来服侍兄弟姊妹无？这嘛当来想，刷落去，你嘛当想讲，在这个疫情的中间人的这个性命有可能因为这安怎就无去，这是你事实的代志啊！我会当抓到机会无？啥物机会？我会当这个时阵来投福音。主啊，哪一滴做我明年我即马刷了我带一个人来信主。主啊，我相信你升天的时候你讲这足好
我想看，我来看迄杀人，我来想看卖，杀人我还当带伊来传福音，无伊是亲情也好，还是朋友也好，我拢甲鼓励，甲传福音，毋茫伊信主，若即个教会搁再开放一集的时阵，我会再带伊来教会聚会来敬拜你，安尼好毋好？兄弟姊妹，我相信你今仔听牧师讲了，你拢会讲好，因为这是真好的代志，是上帝所学乐纪念的代志。望新的一年，咱今年就要过去啊！咱新的一年，咱会当讲甲主求讲，主啊，互我有一个意向，像玛利亚安尼看到、了解到，我愿意服侍，我愿意真上，我愿意抓到机会，做一项，互你学乐、互你称赞、互你纪念的代志。咱做阵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搁再一届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阮。新的一年要来了，阮感谢主，过去一年保守的平安。新的一年，阮无爱浪费阮的生命，阮愿意你新的一年来思想，讲主啊，阮伫什么所在会当做一项，互你学乐、互你称赞、互你纪念的代志咧。主啊，请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所会当做的所在，来做这项水的代志。主，我相信阮兄弟姊妹也是愿意安尼做，求主圣神你来带阮，帮助阮，互阮会当来做这项水的代志。你新的一年，主啊，阮交托互你，不但使我们平安，使我阮会当所做的，互你会当欢喜。这是阮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